继续来看，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搁在审查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修正草案，其中拿赢的版本有讲到就任也未满1冬的，未使提案罢免，罢免票要坐过动册当选票等等。不过，中选会主委李进勇是认为讲，目前的选罢法推行是并无问题。 在正式质询进前，现场不乏冤家，唔是来当法案审查，是在法院的时间分配对定数问题有不满。早上3颗，晚上4颗，变成早上4颗，晚上3颗，把立委当猴子耍哦。部分调查立委小在定期发言，都是因为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切过各百姓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修正草案。为了维护人民的罢免权以及兼顾公平性跟社会安定，并给予当选人适当的保障，希望能够罢免的票数能够比当选的票数多1票，不要让少数民意否决多数的民意。那为提案版本主张就职无满1年，免提起罢免，各经历罢免案的通过勘站。 也就是罢免的同意票要超过被罢免前当初当选的得票数，不过那立委立场依然是无同。如果我们现在改成前3日，那在3日前弄一些假讯息、假民调，你觉得选民有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去了解这个讯息是真的是假的吗？袂赴汤8回啦。 啊对啊，时间太逼了。那为提案内容也有附缩短民调公布的时间，为3前10天改做3天，加调整验票标准，为得票数差距3%改做10%，就应申请重新算票，拢引起调查攻防。民众党也提案主张当选前无依法完成就职，9月保证金都未退行等等。 我们认为现行的选罢法相关的规定呢，并没有自来难行之处。 所以按照限制来进行呢，并不会发生什么困难。中选会主委李进勇表示，即马法规无制评困难的所在，对选罢法安怎修法，也各界深深讨论。内政部长刘世芳是讲，那立白3党无伤过大共识，通过可能性是无悬。记者综合报道。